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1年6月28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8篇第1节到第6节，43节到50节。撒母耳上卷23章第14节到18节。哥林多后书第8章16节到24节。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同工。同工第一个同，伫信仰中间，咱来思考是讲，伊的信仰相同，伊的志向相同，伊的决心相同，伊的疼心相同，伊的诚实也相同，还佫有真济咱会当来想。伫昨昏6月27号礼拜中间，咱的 guest speaker 黄传道用伊列王上卷列王下卷乃瑵将军的记载，讲到对小杨士来认捌上帝。用乃瑵将军身躯边的一个以色列女婢做例，讲到伊安怎尽家己的本分来帮衬伊的主人，互伊会当认捌上帝的先知，也透过安尼来认捌上帝。昨引用的金句是用路加福音16章第10节，甲主题较无啥共款，是对无共款的角度。伊讲到伫小看的事真重要，伫大事也真重。伫小看的事不义的，伫大的事也不义。即句话讲，就上细项的代志中间忠心的人，才是真正的同工。台湾进入伫防疫第3级，这个紧急的状态已经超过1个月啊！即马每一间教会拢亲像去年阮伫美国共款，忽然间拢变成做一个电影。是讲是这个直播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啦吼。但是这中间要讲安怎找同工，要安怎好来运作这个硬体设备等等的，才要安怎来做，程度要安怎做到大家拢还搁咧敲找，也拢咧试的中间。有真侪牧者伫咧分享中间，我发现啦吼，有一寡人一寡教会情形是不离惨，就是讲一间教会若成做一个one man streaming team 的时阵，基本上这挡袂久啦吼。然后佮拄着即个教会有一寡人讲这个牧师你该做就好啦，反正你就做好做满啦吼。其实我发现牧师同工可能有的人对这个科技的软体毋是介内行，但是基本上拢无介有介大的问题啦吼。就是讲较严重的问题是无行动力，无行动力会造成教会会损害啦吼。做要着同工，无有人力，无有人，无有材料，其实这拢毋是问题。上大的问题就是心啦吼，就是心。路加福音16章的经文所讲到，伫小项事中心的，大项事顶悬嘛会忠心啦吼。这是服侍的态度。无忠心的萝卜，亲像啥物货？亲像耶稣基督的譬喻中间所讲的我要找，我拄娶太太啦吼。佫有人讲我拄买牛啦吼。有人讲我先转去埋葬我的爸母啦吼。现代人的借口是啥？哎哟，我都老啊啦，我的身体袂使啊啦吼。
我有事事啦也是讲我真无用啦当然有困难，亲像迄个领2000的、领1000的，耶稣基督并无讲恁拢所有人拢要趁5000，迄个趁2000的嘛得着学乐啊。只不过是迄个领1000的，伊分担，佮爱找借口，而且佮塞责任，主人你就是安怎啦耶稣的眼中，即种的人拢毋是好萝卜，毋是好同工。寡妇2个钱，咱看见耶稣安怎讲？伊学乐伊奉献，是因为伊甘心乐意，伊专心的奉献。并毋是有偌高，伊献偌济钱，所以焦点毋是偌济，还是你做偌济。事实上，咱看到真济人所讲的理由，咱佮讲啊白借口，基本上拢是亲像迄位讲我转来先来埋葬我的爸母啦，迄个人共款，伊是讲白贼的啦好的同工。好找无？基本上是有困难啦因为教会同工无愿意受造就，无愿意追求。那安尼，就算讲教会内底有超过50%的人拢是同工，真可能真歹找着同工同心，真歹找着遐个真好的同工。咱搁倒来看台湾的防疫，拖一站时间了，咱会看到几个城市确诊的人数，倒一个是永远排第1名，还是排第2名？因有努力无？看遐个倒一个行政首长，一日敢开记者会，甲中央来对呛。然后过一工又搁改变家己的想法做法，这基本上拢毋是好的同工的候选人啦另外，咱看到苗栗即个科技工厂因的情形，苗栗县政府讲阮无法度，所以请中央来帮忙来配合。结果因伫真紧、真短时间，疫情就得到控制。其他咱嘛看到台中市、宜兰县，因讲我免想阮赶紧来学高雄即个疫苗注射的方式。这个疫苗注射方式不但互即个注射的过程得到真顺序，而且互遐个排队的时大人。毋免遐尔辛苦，得到好个照顾。伫教会的内底应该个像是安尼啦咱所观察，咱来看卖倒一种的人时常答应要做啥，然后一日间就咧改变、提示、找理由。其实搁较济，还是搁较好的理由，拢无法度，互伊变成做好，佮真重的同工。这也是看到保罗当初时是安怎坚持拒绝，无要互这个马可甲伊去宣教的原因。伊就是犯着这个问题。约拿单伫今日的这个撒母耳下传的经文，伊是大卫的好同工。大卫无有追求什么的，但是约拿单决全然伫上帝面头前领受这个呼召，然后就成做一个忠心的同工。保罗互哥林多教会培训中间提到，就讲这个伊对哥林多教会这有提到甲其他同工的善行伊甲哥林多教会所讲的话。伫16节、17节，伊就讲到有同工呢来加入伫内底，这是自愿的
自愿的，佮直接的望到恁遐去，所以咱会当看见讲，好的中心的人工是自愿，这个自愿毋是讲嘴讲讲的尔，伫19节佮讲，因阮为着主的荣耀所进行这个好的代志，伊受到逐教会的宣派，最阮的同伴，也表示大家真乐意援助，所以咱看着讲，同工的人伊愿意出来，佮这援助的人，因也真愿意第22节的经文讲，这个兄弟经过阮济摆的考验，所以好的同工需要经过考验。所以咱定会讲，看一个人爱看伊过去的历史，伊过去的服侍，伊过去的服侍。有的人真爱找理由，有的人离开伊原来教会，伊去怪东怪西，拢别人的毋对。像这拢是伫这个济的考验的中间，咱看伫今日个经文，保罗所讲的，伫成做一个好的同工。所以因伫遐安尼来有得到这个信任，得到一个真好的同工伫咧中间。好的同工必须要伫真济的代志会通来尽忠啦，特别是像今日可能对护士所咧讲的，伫金钱顶悬，另外伫这个服侍顶悬，牧师认为更较重要的是伫诚实顶悬啦。是讲，亲像耶稣所讲的，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莫伫遐用安尼无诚实的态度。这个无法度真做一个好的同工，所以诚实其实是真重要。诚实会伫逐方面拢诚实，包括头前所讲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6月28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18篇第1到第6节，43到50节。撒母耳记上卷23章14到18节，哥林多后书第8章16到24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同工。同工，第一个“同”这个字，有很多面向去思考，比如说信仰相同、志向相同、决心相同、爱心相同、诚信相同，也还有很多的面向。在6月27主日的礼拜当中，我们的 guest speaker 黄传道呢，他用这个列王记下卷乃曼将军的记载来分享主题，从做小事认识上帝。他也用乃曼将军身边的这个以色列的女婢，他提到了他如何尽自己的本分来帮助主人，并让他有机会来认识先知，认识上帝。金句则是引用路加福音第16章第10节，虽然跟今天的主题好像角度上不是很相同，可是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说在小事上忠心的，在大事上也必然忠心；在小事上不义的，在大事上也不义。换句话说，在小的事上忠心的人，才是真正的同工啊！台湾进入防疫第3级紧急状态已经超过1个月了。每间教会中，如同过去我们在过去1年当中在美国的情形一样，去年也是3月的时候，我们开始突然间就要改变成这个网络的直播，变成那个影视转播的这个专业。我们要如何做？如何找同工？如何运作？如何增加设备？
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大家都在摸索，也都在尝试当中。许多牧者分享当中，我发现最惨的状况是一个 one man swimming team。像这样的情形，就是教会的牧者找不到同工，不但这样子，还有教会的人对着牧者说：“你就是牧师啊，你就做好做满就好了。”其实到最后的损失并不是牧者了因为当事情过之后，你会发现，事实上牧者在对这样的转变，特别是有些人对科技软体并不是很内行的，可是他们比较上不是很大的问题，他们很容易就上手，很容易就学习，因为他们愿意改变。最严重的问题是，对教会最大的损伤，是因为没有行动力，找不到教会的同工，没有人力，没有人，没有才能，没有这个器材，其实都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同工最大的问题是在于心路加福音16章的经文所说的小事上忠心的，在大事上也忠心。这个是忽视的态度。不忠心的仆人像哪一些呢？像哪什么？好像耶稣基督的这个比喻当中提到了，有人就跟他说：“哎呦，我刚娶太太啊！”有人说：“我刚买牛啊！”还有比较夸张的是说：“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母亲呢。”那现代人的结构是什么？哎呦，我老了，我的身体不行了。我的那个眼睛看不到了还是说我有事，我很忙，当然还有很多。事实上，如果我们真的有困难不能服侍，或是说没有办法参与那么多，其实那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就像那个领2000的、领1000的。其实我们如果看圣经的教导，耶稣基督并没有说你们一定要赚5000，而且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那赚2000的也得到了耶稣基督的赞赏，只不过是那个领1000的，那个又懒又爱找借口，又爱制造纷争，又爱推卸责任的人，甚至说主人都是你的问题。这样的人并不是耶稣基督眼中的好仆人，忠心的同工。我们看看寡妇的2个钱，她的钱虽少，可是耶稣基督却赞赏她的奉献，是因为她甘心乐意，她全心的奉献，并不是说要多，要做很多，要很努力，要做那个最厉害的其实不是这样子。事实上，我们看到许多人所说的理由、借口，基本上都是耶稣基督所说的那个让我回家埋葬我父母亲的那个人一样，都是谎言。好的同工是真的不好找了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好的同工是需要愿意受造就。如果不愿意受造就，不追求，那么就算教会里面服侍百分比很高，甚至超过50%，也很可能在这个当中找不到能够同行的同工。我们放眼望去看看台湾现在防疫的作为上面，我们看看哪些城市的确诊人数在1个多月来一直没有办法改善，永远是第1名，是第2名。我们再看看哪一些人，地方首长他喜欢就是开记者会跟中央对呛，然后隔天又改变自己的想法、政策决定的，这些基本上都是那种不能同工同酬的。因为我们也看到苗栗金源场他们的疫情
且县政府发现他们没有能力，他们就直接配合中央防疫，而且请中央来帮助。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个疫情很快就被控制了。其他我们也看到，台中市宜兰县，他们在面对这个疫苗注射的时候，他们就干脆直接学高雄的注射方式，不但让整个注射疫苗的注射非常顺利，而且还让这些需要排队久等的长辈们得到非常好的照顾跟安排。其实教会就应该像这样子哈。那我们也要来观察一下，哪一些人其实是一个好的同工，或是哪些人不好。那我们就要看看哪些人常常答应，就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辞反悔的。那这样多次的这样做，无论他的理由多正当啊，其实都不能算是好的同工了哈。这也是我们看到保罗当时候为什么坚决辞掉这个马可，不让他继续来宣教，因为他就犯这样的问题。约拿单是大卫的好同工，在撒母耳记的记载里面，大卫没有要求过什么东西，但是约拿单自己全然的在上帝的面前呢，却领受了这样的呼召，然后他进行就成为一位最忠心的同工了。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这样提到了提多和他的同工啊，他对教会这样说，他说他们当中兴起提多啊，那跟很多人热心的协助，他说他是出于自愿的，而且热心盼望到你们那里去，所以提多本身他就是一个很好的同工，非常有热忱、有行动力的。19节说，不但这样，我们在主的荣耀进行这件善事，他被各教会选派做我们的女伴，也表示大家都乐于援助啊。不但他，而且支持他的教会都很乐意啊，所以这个整个动力就起来了啊。那我们再看22节，保罗就这样说：我们又派另外一位弟兄跟他同行。这弟兄经过我们多次的考验，所以同工是必须要经过多次的考验的哦。那像我们在观察一位教会的同工，那就会看到他过去如何在教会参与服事，他的诚信到底如何，或是说他过去的服事的经历啊，那他以前在其他教会啊，或者说其他的服事上面呢，那像有些人离开原来的教会，你就会发现他就是很多的批判，好像都是别人的问题，不是他有问题啊。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样的人，我们必须要非常谨慎小心的。那保罗就说，他们都通过了多次的考验，这是长老、执事、牧师啊，这个要成立这一些同工职务，去选派这些人的必经的过程，所以要经过考验。那看到他说，在许多事上就很热心的帮助人啊，深深的被同工来肯定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哈。所以好的同工必须在许多事情上面能够忠心，特别在今天讲到募款，在金钱上面，在服事上面，最特别的是在诚信上面，牧师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了啊。就是说，像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多说就是出于那二者，在服事上更是如此。答应要服事，你就是要做哦，找了很多理由来反悔，那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哈。